大家好，歡迎收睇紐約與你。前兩集講完積分同幾多歲攞錢，今日第三集我哋講一個最實際嘅問題：如果你想一邊返工一邊攞退休金，得唔得？答案係肯定得嘅，但係你要遵守政府一套正式嘅官方準則。好多人驚做嘢會被政府罰錢，其實只要明咗呢套準則，你就可以賺得安心。今日我哋就逐一拆解2026年最新嘅玩法。喺拆解呢啲重要準則之前，記得先幫我點讚呢條片，同埋訂閱我哋頻道。你哋每一個點讚都係支持我繼續為紐約街坊製作免費攻略嘅最大動力。多謝晒大家。首先我哋睇收入上限準則。如果你仲未到67歲足額退休年齡，而你又開始攞緊錢，請記住呢個數字：24,480元。呢個係2026年最新嘅全年收入上限，即係話平均每個月賺大約2040元樓下，係完全唔會影響你份退休金嘅。但係如果你賺多過呢個數，就會觸發暫時扣起準則。條數點計呢？就係你每賺多2元，政府就會根據準則暫時扣起你1元退休金。我再強調一次，記住呢個只係暫時扣起，絕對唔係罰款，大家唔使驚。好多精明嘅街坊就會問：咁扣咗嘅錢去咗邊？其實政府係有個重新計量準則嘅。呢啲被扣起嘅錢，其實係幫你儲喺政府個戶口度。當你一到67歲足額退休嗰個月，社安局就會自動啟動程序，重新計過你份糧，將之前幫你扣起咗嘅總數分期補回落你之後每個月嘅支票度。所以長期嚟講，你係無損失到嘅，反而67歲之後每個月攞多咗。呢個就係67歲後全數補回嘅意思。呢個安排係咪合理好多呢？最後講個大家最想聽嘅好消息：一旦你到咗67歲生日嗰個月，所有上限準則都會即刻消失。到時無論你賺幾多錢，收幾多租，政府都唔會再扣你1分1毫，你可以攞足100%退休金，再加埋你份人工，真正實現雙糧入袋。所以話退休後做唔做嘢，最緊要睇你嘅體力同財務安排，只要識得計呢條數就得。下一集第4集，我哋會講一個好多人會忽略，但又好肉痛嘅成本：我份退休金到底要唔要交稅？紐約稅咁高，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哋下集見。